呢一期內容絕對堪稱香港娛樂圈近年嚟最撲朔迷離、反轉再反轉嘅現實版9月連續劇。主角就係我哋熟悉嘅皇帝專業戶李龍基，同埋佢嗰位小佢幾十歲同愛得轟轟烈烈，甚至俾佢不惜背負罵名的要守護嘅內地女友王青霞。就喺大家以為呢一場爺孫戀以女方入獄、男方痴心等待而悲劇收場嘅時候，一記年末重錘突然擲下王青霞竟然早有老公同孩子，而李龍基直到最近先至如夢初醒。呢個背後係精心設計嘅騙局，定係另有隱情？基哥點解自稱人肉提款機？所謂嘅46億身家又係乜嘢驚天八卦？今日就等我哋根據基哥最新嘅信息量爆炸嘅專訪，層層剝開呢一宗足以改寫香港八卦史嘅重磅謎案。時間先拉翻去幾年前，當時72歲嘅李龍基高調認愛小佢近40歲嘅內地工程師王青霞，呢一段爺孫戀瞬間引爆全港。基哥毫不掩飾對女友嘅寵愛，唔單止經常攜手出席活動，更加喺媒體前多次表示揾到真愛。佢甚至曾經對住藍天白雲指監獄背景發誓，只要王青霞出獄就一定會娶佢。嗰種堅定讓唔少旁觀者從最初嘅嘲諷慢慢變成咗一絲唏噓同祝福。大家睇到嘅係一個痴情老男人，不顧世俗眼光，守護住落難嘅紅顏知己。然而呢一切甜蜜嘅泡沫喺啱啱過去嘅冬至被一則網絡爆料徹底擊碎。有 YouTube 頻道放出猛料，指王青霞根本從未離婚，喺內地唔單止有合法丈夫，仲有一個仔。佢同李龍基嘅關係從一開始就可能建立喺謊言之上。更勁爆嘅係個 YouTuber 暗示係李龍基自己為咗甩地王青霞，設局向入境處舉報咗佢。劇情瞬間從痴情老漢俯首寒窯變成咗腹黑老頭金蟬脫殼。面對呢一記重錘，沉默許久嘅李龍基終於企出嚟接受咗專訪。首先佢堅決否認咗自己設局舉報嘅陰謀論，佢回憶起被捕當日嘅細節，描述得非常具體。嗰日下晝2點幾，佢同王青霞一齊返到屋企，冇幾耐入境處職員就上門，將兩人一同帶走。我哋一齊喺間屋企裏邊俾人拉嘅。當時我好記得下晝2點幾鐘，我哋一齊返到屋企之後，冇幾耐有人拍門。當日嘅細節描述得非常具體。有3、4、5個男士入嚟，跟住表明身份，我哋係入境處。嗰日下晝2點幾，佢同王青霞一齊返到屋企，冇幾耐入境處職員就上門，將兩人一同帶走。佢一直被簽保釋咗2年，每3個月就要去報到一次，直到王青霞被判刑，因冇證據證明佢教唆或者知情，佢先徹底脫身。佢強調，如果係我舉報，我點會同佢一齊喺屋企被拘捕，我又點會被調查2年？呢個邏輯點確實比舉報論顯得有啲站唔住腳，但係更重要嘅係基哥吐露咗佢崩塌嘅內心世界。佢話喺呢一度之前，佢完全被蒙在鼓裏。佢一直相信王青霞係單身，並且滿懷期待咁等住佢喺2025年2月攞到香港居留權。佢甚至已經規劃好咗兩人嘅未來。當被問及係咪察覺異常嗰陣，基哥流露出一種令人心酸嘅遲鈍。佢話王青霞回佛山幫父親打理生意之後，聯繫變少。佢雖有第六感覺得感情淡咗，但係每次詢問，對方都以好忙搪塞過去。佢選擇咗信任，或者話選擇咗唔去深究，因為佢愛佢。呢個俾我哋不禁聯想到娛樂圈一個常見現象，當一方處於絕對崇拜或者依賴嘅位置時，好容易陷入信息繭房，對方講乜就信乜嘢，唔願亦都唔敢去核實嗰啲潛在嘅紅色警報。基哥嘅情況或者更特殊，年齡同情感嘅投入讓佢格外珍惜呢一段關係，呢一種心理恰恰容易被利用。呢個唔單止係基哥一個人嘅故事，亦都係俾所有喺感情中失去判斷力嘅人敲響嘅警鐘。跟住落嚟就到咗最現實，亦都最讓網友調侃嘅部分。今次李龍基喺採訪中親口坐實咗王青霞可以隨時任意取用，佢從不計數。被問到總共花咗幾多錢，並感嘆自己對金錢好唔敏感。敏感嗰種，好唔敏感嗰種。呢一種毫不設防嘅金錢供給方式，讓所有聽眾都倒吸一口涼氣。
再爆炸嘅將名下物業全部過戶俾黃青霞嘅傳聞，基哥呢一次做咗鄭重澄清。佢解釋咁係一次採訪嘅斷章取義。當時主持人問佢點解將物業都過俾太太，佢下意識回答係因為自己職業飛行員風險高，為防萬一先至咁做。但係強調佢口中嘅太太係指前妻。採訪員話從未提過黃青霞3個字。然而呢一個澄清能唔能夠平息所有質疑？畢竟喺熱戀期為博紅顏一笑而做出驚人饋贈，喺娛樂圈並非冇先例。成個事件中最神秘嘅角色，黃青霞嘅丈夫終於浮出水面。根據基哥轉述，黃青霞喺最終攤牌嘅時候承認自己已婚有子，丈夫就喺佢父親嘅工廠入邊工作。基哥透露咗幾個關鍵信息：一、黃青霞婚後冇基樓，就獨自飛往美國生活多年，直至2018年底被基哥遇見並叫佢回港；二、佢同丈夫早已感情破裂並簽有離婚協議，但係真假未知；三、佢嘅父母非常中意呢個女婿，且一直知道女喺香港嘅情況，曾經勸佢返去。呢一個就描繪出一個更複雜嘅途徑。呢個可能唔係簡單嘅騙婚，而係一場涉及個人情感、家庭意志甚至商業利益嘅多角博弈。女兒可能想逃離一段冇愛嘅婚姻同埋家族安排，喺外尋找情感寄託。基哥兒父母則希望維繫原有嘅家庭結構，特別係女婿仲喺度為家族生意工作。黃青霞喺其中搖擺，最終喺事情敗露入獄之後，或許迫於家庭壓力，或許別無選擇，翻到咗原有嘅軌道。基哥喺某種程度上成咗呢一場家族拉鋸戰中最無辜亦都最受傷嘅局外人。好開心啊，因為點解呢？有好多網友因為我呢揾到好多錢。喺成個事件中，李龍基除咗承受情感背叛，仲遭受咗前所未有嘅網絡暴力。佢被罵老淫蟲、賤男、玩人老婆。對此，基哥喺專訪後半段展現咗出人意料嘅哲理同克制。佢冇暴怒，反而講出一段值得深思嘅話：詆毀你、想置你死地嘅人，佢嘅層次一定低過你好多。佢想成為你，但係做唔到，所以盡力摧毀你。玩人老婆，哇！咁冇良心嘅嘢都講得出嚟，咁我唔希望呢位網友可以揾到錢啊！真係。佢認為呢個係香港一種不良嘅老屈文化、污蔑文化，為咗點擊率同流量，毫無底線咁編造故事。佢甚至舉咗一個荒謬嘅例子，有 YouTuber 話2025年10月8號，黃青霞喺尖沙咀酒店為分46億身家同佢大吵，但係事實上，黃青霞7月就已出獄返回內地，根本唔喺香港。呢一種完全捏造嘅情節，居然亦有人相信。基哥仲分享咗一個令人啼笑皆非嘅遭遇。喺大埔茶餐廳，一個陌生男人因為睇咗呢啲影片，對住佢話：見到你我都食唔落飯，然後離去。網絡暴力嘅子彈就咁樣擊中咗現實。李龍基同黃青霞嘅戀情，從一開始就因年齡差，被置於放大鏡下審視。基哥喺採訪中亦都提到咗楊振寧先生，認為時間最終證明咗真心。佢委屈咁問：我同佢真心相愛，冇傷害任何人，點解我哋要承受咁多惡意？呢個問題其實拋俾咗成個社會。我哋對非主流戀情係習慣於先入為主嘅批判，定係能夠俾基本嘅尊重？當然，此事件嘅核心已超越年齡差，涉及欺騙，但係佢引發嘅關於愛情、金錢、信任同埋社會輿論嘅討論，遠比一場簡單嘅八卦要深刻得多。一場始於忘年戀嘅浪漫故事，最終演變成涉及法律、謊言、金錢同網絡暴力嘅羅生門。李龍基嘅專訪為我哋拼湊出咗一幅更完整嘅，亦都更令人唏噓嘅圖景。佢或許唔再係嗰個完美嘅痴情男主，佢嘅輕信、佢嘅物質付出方式都值得討論。但係佢所遭受嘅情感背叛同輿論碾壓，亦都同樣真實。黃青霞嘅沉默，比真相嘅另一半依舊迷霧重重。呢一場大戲，你係點樣看待㗎？你認為基哥係最大嘅受害者，定係亦都為自己嘅盲目付出咗代價？黃青霞背後係咪有更多嘅不得已？嗰個神秘嘅丈夫同家族又喺扮演乜嘢角色？
把你嘅睇法瘋狂地打喺評論區，我哋一齊嚟討論。如果你都覺得呢一期內容信息量巨大，記得點讚、收藏。想要第一時間追蹤呢一場世紀八卦嘅最新進展，務必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我哋下期再見，繼續解碼娛樂圈嘅重重迷霧。